咱喊话哈利路亚的时阵，就是咧提醒咱众会友，提醒咱家己，伫这个时阵，咱就来敬拜咱的上帝。其实哈利路亚的本意就是提醒众人讲，恁着学乐敬拜这位上帝，因为伊是全能的主，是咱性命的主宰。感谢主！伫过去咱无用一礼拜的中间，伫这个时阵，咱才倒来伫圣殿的内面，咱要做伙来学乐咱这位主爱、充满稳定的主。然后嘛，就亲像主耶稣所甲咱讲的，见那背劳苦重担的人，就就近我，我要互因得到安息。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是生命，是道路，是咱的拯救，是咱唯一的盼望。所以这个时候，咱邀请咱各位咱众会友，咱大家做伙起立。在咱要开始敬拜的时阵，咱先邀请咱每一位举起咱的双手，咱来欢迎圣神临到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听你，圣神我靠无你。阿门！感谢主，求圣神即时临到伫咱的中间，伫咱的心内加做咱上大的帮助。伊要伫咱敬拜咱这位至大至权的主的时阵，伊要互咱的心、互咱的灵得到兴旺。阿门。这个时阵，咱要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咱要做伙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愿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咱伟大的主所有，所以咱就降服伫伊的面前，这是咱用高调的心，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阿门。咱做伙拍鼓仔来敬拜。万国的你，你是。
平安主爱下面，咱将一切荣耀归伫咱的主。咱的主是荣耀的主，因为伫咱显现伊至大的主爱甲恩典，为着要互咱活可以伫咱伫世间的日子，通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咱搁一遍搁较深来用这条诗歌来表明咱的信仰。做伙来念。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天地万民主宰，只有你神的公义，你在龙里归落，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路，你是主耶稣基督。咱对头。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天地万民主宰，只有你神的公义，你在龙里归落，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路，你是主耶稣基督。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好山那归你万龙的王，愿荣耀归你只管上帝，耶稣是弥赛亚。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好山那归你万龙的王，愿荣耀归你只管上帝，耶稣是弥赛亚。是的，咱的主基督耶稣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咱的救主，是咱这世人的救主，咱就独独活可以。咱兄弟姊妹，咱有安尼的确信啊无？阿门。因为咱的主就是这样主爱，这样有丰盛的主爱伫伊的内面。伊讲伫伊的正手有福禄，咱就活可以。咱搁一边来笑的时阵，咱举起咱的双手，咱用咱的专心，用咱的专人来敬拜咱这位上帝。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天地万民主宰，只有你神的公义，你在龙里归落，敬拜尊重你，因为你有永远的道路，你是主耶稣基督。咱举起咱的双手来宣告。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好山那归你万龙的王，愿荣耀归你只管上帝，耶稣是弥赛亚。好山那归你大地的行事，好山那归你万
因为主，阮知你是独一真神，是阮性命的主宰，是阮的弥赛亚，阮的救主。主啊，若毋是我伫你，阮袂会做啥物。当阮失志，当阮拄着挑战，当阮软弱的时阵，主啊，阮知阮毋是孤单，因为主你用双手扶持阮，你要带阮行伫这条稳定的道路的顶面。当阮跋倒的时阵，阮知阮无跋倒伫主你的双手的外面，因为主你亲手插阮伫主你的手中，你将你的福乐，将你的稳定满满祝福伫阮生命的内面。你也要竞选阮，成做你祝福的管道。主啊，阮将阮全人全心交代伫主你，主你要引带阮，你的圣神时刻甲阮伫地。阮也将阮教会有每一个人交托伫主，主你要引带阮。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远山也是深的，拢有你在保护。独独只有你，听我个人望我，永远无变的应允，一生的路充满祝福。你是我的主，带我行伊的路，远山也是深的，拢有你在保护。独独只有你，听我个人望我，永远无变的应允，一生的路充满祝福。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的疼，你的手，抓着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远望的路。你的疼，你的手，行我这人生的路。一步搁一步，这是稳定的路。你的疼，你的手，抓着我无放落。一步搁一步，这是远望的路。你的疼，你的手，甲我行这人生的路。兄弟姊妹兄弟姊妹，这个时间是咱祈祷的时间，因为上帝赏赐咱有祈祷的权，有祈祷的权柄，因为靠着主，咱要成做祝福的管道。伫这个时阵，咱要为着咱的世界，为着咱台湾这个岛屿，为着咱所生活的环境，因为伫肺炎疫情这个轻息的下面，主咱每一个人拢拄着惊吓，恳求主保守咱。咱要为着咱这个岛屿来祈祷，也伫今仔日特别，咱要为着咱教会小组，要为着国民小组来祈祷。咱国民长了，咱请咱亚就咱国民小组的小组员也伫咱的头前，伫咱正手边头前遮的所在。咱每一个人，咱即时来亚开咱的正手，靠着主所赏赐予咱的权柄，咱为着咱的岛屿，为着咱的国民小组，为着咱教会的发展，咱做伙来祈祷。这是咱出声来祈祷。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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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献上阮的祈祷，因为主，阮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这个台湾的社会。主啊，阮虽讲知影，伫这个轻息的下面，阮每一人惊吓无平安。主是主，阮靠着主你所赏赐阮，你相信伊在阮伫你的保护的下面，互阮每一个人有平安的心灵。当然，我靠主的神，主啊，阮也为着阮国民小组献上阮的祈祷，因为主，阮看着国民小组的所做水的工，行伫主你的下面的时阵，主你要大大祝福伫这个小组的顶面，主啊，你要互伊每一个人无提到教会，有满满主的福利。
上的天父上帝，主愿感谢你。虽然伫喜宴疫情的倾息的下面，总是主愿靠着你悠然得胜。主啊，阮每一个人徛起伫主你的面前，阮知阮的心、心灵，拢通对主有满满的祝福，因为主你平安健康的灵陪伴阮，成做阮上大的夜早保护。阮也恳求主你继续引带阮台湾这个岛屿，赏赐阮，互阮执政者，互阮的领导者有对主来的智慧甲听心，领导阮通行伫平安安稳的道路的顶面。主啊，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国民长老所引出国民小组来祈祷，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主阮所看见，因伫这个小组的内面所做水的工，是出自主你所水的旨意。主啊，恳求主你大大祝福伫这个小组，伫小组长，伫铁三角同工，伫每一个小组员的中间。主啊，你要引带因，互因每一个人的生活无滴到欠缺，独独有主你满满的恩典祝福，要临到伫因，也要临到伫因整个家庭家族的下面。主啊，伊要真做伫阮永光教会内底上水的见证。主啊，求你保守因，求主你大大使用因，求主你祝福伫因的成长。主啊，阮也为着阮永光教会来祈祷，互要来的暑假的中间，阮有最的事工，有阮底选伫屏东的教会，阮要来主办阮的底选。求主你也保守阮，互阮保守阮每一个同工，通伫主的下面得到引带。主你用双手扶持阮，阮就整个台湾岛屿，阮永光教会每一个正同工会友拢交代伫主，求主保守看顾。阮安尼祈祷挂着权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伫这条人生感恩的路顶面，伊真做咱的保守，真做咱上大的望甲帮助。咱就将咱专心、专心活靠咱的主耶稣基督。咱将咱的仆个声归乎献一切荣耀给咱的上帝，堪永远咱的敬拜，真做芳芳的祭献伫伊的面前。阿门。阿门。咱兄弟请坐。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迎咱所有的正兄弟姊妹都倒来到伫咱所疼惜的永光教会，咱做伙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嘛有遮的透过直播看咱的直播的敬拜的正兄弟姊妹，上帝嘛赏赐恁，不管你伫什么所在，上帝拢甲恁同在，佮互恁伫恁徛起的所在得到兴旺三甲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咱今仔日咱要伫遮来听上帝话，咱来先咱来看咱的咱的电脑有没有插吗？周牧师，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插？白色的那个不见了。白色的是不是这边？那个童工找一下周牧师。
咱真感谢主会当，互咱今仔日来看上帝话。无需要来请问咱，伫咱的信仰内，伫咱的生活内面，你感觉什么代志对你是上重要的？伫你的生活内面，什么对你是上重要的？伫你的生命内面，什么话？钱，家言即事讲钱，你认同的人举手。伫你的生命内面，无钱会死，哈哈。青主长老伊讲平安，哈哈。佫有无？佫有啥物款的答案？健康哇，姊妹讲健康。有钱，钱敢买会着健康？买袂着健康，但是钱嘛真重要呢，吼。所以咱伫人的一生内面呢，做代志，拢甲咱的生命有一个真密切的一个，咱拢会受到咱目睭所看会到的健康钱也是平安。但是无需要问一个题目，就是讲，咱影响咱未来一生到永远的代志是什么代志？会影响咱一生到永远的是什么代志？钱敢会当带咱到永远？无法度。好，你感觉是啥物？上帝就是信仰。咱有信仰的人，咱会当直直行，然后上帝带咱到伫迄个永远的所在。所以咱搁想一摆哦，既然我即马伫咧遮，影响我未来一生永远的迄个，是毋是上重要的？那安尼你就找到迄个，到底你即摆信仰是伫什么款的情境内面？亲爱兄弟，咱来思考，你的信仰是伫什么款的内面？好，这个是无需要请咱兄弟姊妹咱起立，咱要做伙用这个宣告、宣言，过来一摆，来，咱来请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的性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句的根据。现在，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请坐。当然，这个时咱要做伙来看上帝话，伫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好，咱准备好未？咱要来恭读上帝话，请。我实在甲恁讲，凡恁伫地恁北个。伫天灵也要白因，凡恁伫地头的，伫天灵也要头因。我佮甲恁讲，即使恁中间两人伫地灵，无论求什么，若是当心，就我伫天灵的爸，要甲因做成，因为不论什么所在。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聚集的，我也伫因中间。伫即个圣经节内面，咱有看见，伊讲，若是伫地灵所北的，伫天灵也要白因；若伫地灵透伊的，伫天灵也要透因。哇！伫即个圣经节内面，到底是啥物意思？真侪人拢无啥会当了解呢。伫咱的生命内面，只有一项事，咱咧讲啊，上帝，伊要永远影响咱到永远。上帝，所以即个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有重要无？上帝比什么货拢较重要。但是伫咱的生命内面，咱讲真正看见、看重上帝伫咱的生活中的迄个重要性。咱知影信仰对人的影响是足大的。信仰宗教对人的影响有啥物货？何必生囝爱看戏无？哎哟，生囝爱看戏呢。吼，有的人伊若剖腹产吼，伊着看戏哦。好亲像我生阿伦阿娜，两个拢是同月同日生，但是毋是双胞胎，两个是差3岁。当我要生阿伦的时阵，伫迄病院内面，因为阿伦真大，所以我爱用剖腹的吼。迄个透早
医生就甲我讲，你爱排8点第一刀，然后6点就来甲我叫起来，讲你时间已经到，你紧起来，紧准备。哇，就甲我准备。我想讲是毋是8点，哪会6点就咧甲我叫？伊就讲你的时间到，你紧，然后就甲我塞去迄个产房。然后塞去产房的时候，我心内一直想讲，应该是8点，哪会是变8？伊甲我讲6点。我伫迄个产房的内面，因就开始准备要甲我做这消毒啦，这一切的作业。然后伊就叫我的名，叫我的名，我拢无反应啊。我嘛毋知伊咧叫啥物人，我就伫遐。一个护士过来甲我摇，你是搁咧困哦？我讲无啊，我哪有在困？你毋是啥物人？我讲毋是啊，我毋是呢，我是叫潘纯勉呢。当下啊，伊讲叫林静怡啊。我毋对，杀毋对人咧。然后遐护士就足紧张的。伊讲害咯，咱杀毋对床去。看时6点的迄个迄是另外一个医生当下啊。哇，然后已经甲我麻醉车已经注落去啊呢。我医生还未来，然后迄个另外一个医生已经来伫遐咧 stand by 啊。结果迄个产妇毋对人呢。这个时我的护士有紧张无？因为已经开始拢甲我准备好，尾紧的打电话找我的医生，我的医生叫郭医师。打电话人6点钟搁咧困，打起的时阵，阮的郭医师，哎呀，伊讲你哪会知影我已经起来？护士甲讲，歹势，我找迄个杀毋着产妇啦，人是6点要生产的，结果我煞杀对你你的产妇去。即摆阮迄个麻醉车已经注落去啊！医生啊，你即摆伫对你爱紧来呢，会袂赴？医生讲，毋好甲在我下仔起来落屎伊真紧的，病所上了紧赶来甲我接生。阿伦就安尼提早生出来。生囝爱看时，你看连看时嘛会互杀毋对去。所以你看生囝甲信仰甲伊的宗教有关系。好，咱结婚甲宗教有关系无？结婚嘛有啦。结婚有啥物款的一寡的仪式？结婚爱拜啥物人？爱拜爸母烧死对无？结婚阁有啥物款的礼仪伫民间的习俗内面？阁有啥物款？爱6礼，爱6礼。你有传6礼的，举手一下来。12你到12啊？哇，12礼。好，你甲看结婚读册甲宗教有关系无？读册，即摆读册好，甲宗教结了足暗的。因爱安怎？因爱去拜文昌君，爱去拜文昌君。所以你甲看买厝甲宗教有关系无？有啊。然后咧，阁有啥物会？阁有啥物会甲宗教有关系？开幕，你的事业爱开幕，哇！咱嘛会看到，这个开幕的，因嘛会想要爱拜一个。人的生活种种，逐项事拢甲你的宗教、甲你的信仰有关系。但是真重要一点就是，到底对你的信念、你的信仰的源头是啥物货？迄个有重要无？迄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兄弟姊妹，咱在座，咱的年岁有较大的，可能有70岁起，可能有50岁以下。你会发现，当你年岁愈来愈侪的时阵，你感觉你的周围、你的性命，甲所有相关真密切的，就是信仰。所以你有想到无？伫咱的基督徒的生活内面，好像是咱即马，因为咱信的即个信仰，咱的源头是对对来，对上帝来，所以咱的性命就常常甲咱的上帝、甲咱的信仰有关系。咱伫厝里拢有固定的家庭礼拜，请举手。有固定家庭礼拜，这是咱特会长了伊的家庭。恁安尼到第几代啊？拢照即个家庭礼拜第几代？第5代，5代了啊！到恁即马拢总是共款有即个家庭礼拜，所以你第5代，主笔咧前后，哇！你甲看，
因的信仰伫因的生命内面。咱阁有食饭有伫祈祷的举手，好，拢歹势祈祷的举手，好，食饭爱祈祷，而且迄个祈祷吼，毋是懒散啊祈祷，食饭祈祷是真正对心底来祈祷。所以，咱的生命、咱的生活，甲咱的信仰有密切关系。是个信仰甲咱有密切关系，到底是为虾米？咱来看保罗，保罗伊讲一句话，伊讲更较反黑。保罗伊讲，咱的生活、咱的动作、咱的任何你所徛起的，拢在伫伊。咱的生活、咱的动作，然后咱的尊老，拢在伫伊。这句话说伫讲的是虾米话？伫讲的就是讲，咱的生命、咱的任何的一个动作，上帝拢伫看咱，嘛甲上帝有关系。若安尼，你的生活，你感觉你即马所在做的代志，有考虑到上帝嘛咧甲你看无？咱伫做的每一件事，上帝拢伫甲咱看，只是咱无看到上帝。咱知影保罗，伊伫过去，保罗咧，伊以前还未认捌耶稣的时阵，保罗是咧做什么代志？分别基督徒啦，若是咱只会早就保罗掠去啊，吼！迄个保罗，伊毋捌耶稣的时候，伊毋捌耶稣的权柄，所以伊毋捌耶稣的迄个权、迄个气力时阵，伊是咧毁灭教会，是咧掠基督徒的。但是当保罗伊拄着耶稣了后，保罗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伊认捌耶稣的救恩。然后伊认捌，哇！这个耶稣大有权柄，所以你知无？伫宇宙内面上大的力量是啥物？宇宙内面上大的力量，习近平吗？还是川普？伫宇宙内面上大的力量，牧师来甲咱讲，就是权柄。权柄，世界这个领袖，因在争的是咧争啥货？因就是咧争权柄啊！迄个权力，因为当迄个权力伫什么人的手，迄个人就有迄个气力来管理，然后统治一切。伊想要安怎就要安怎。所以权柄为什么这么重要？什么是权柄？好，什么是权柄？来，牧师来解说一下。来，我请民间执事甲咱的永伟长老，请因两个来演一下，什么是权柄，互咱来了解一下。好。民间执事，来，你给麦克风一下好不好？好，咱即马看因两个吼，好，即马咧民间执事吼，好，伊开车，哈，平常时伊就开车，哇，迄个好，伊开车，然后伊开车就开始开伫路呢，伊有违规啦，好，即马拄着即个吼，即个是警察，好。来，即摆来开始哦，看因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好，来，好，开始车放落去。我做警察带领吼20几档啊，逐工拢伫遮哔哔哔安尼尔。最近吼，我的顶司互我足侪压力的，叫我爱话，少年呢，过来，你驶美玲。你红灯搁右转，搁无拍方向灯，拄好我会使开你2条，做2条业绩，袂歹。高兴，我哪只所以拄着你。无大啊，我徛喺遮徛，要规早起啊，嘛才拄着你。你搁驶美玲遮好的车，既然遮早你互我开2条啊。你目睭开一个，我就过去啊。袂使。好。我转一早起才转着你这只，来，驾照摕出来。哇，安尼我就搁了大个呀。咖喱餐主哦，好野人哦。参桥啊！参桥啊哦。身份证敢若无写这。正山啊，袂歹地几啊架，好，安尼在。好，来，咱看到哦，咱的警察。伊甲即个老百姓开车，伊违反交通。咱的警察，伊甲伊挡起来，请问，咱即个警察，伊会当甲伊挡是凭啥物？凭伊的权柄，伊有啥物款的权柄？伊是警察啦，凭迄个对头政府予伊的迄个权柄，迄个警徽啦。
若甲迄个警察的衫脱起来，伊只是普通的人，敢有法度？无法度。所以伊甲伊冻起来，毋是靠伊气力大，毋是靠伊大张啦，是靠伊官命。假说今仔日咱若来换一个较细汉的何兆明长老，敢会伊若是警察，伊会当甲伊抓起来无？会，是因为迄个官兵，警察的官兵。好，多谢两位，多谢两位，拍拍我一下。所以，什么人有官兵？警察有官兵。假使伊若退休啊，还是伊若互北职，伊无迄个警察，迄个警徽，伊就无迄个官兵。所以，什么叫做官兵？迄个官兵就是互咱会当执行咱伫地面上，迄个会当维持上帝所要爱咱做的迄个事。所以，迄个官兵是代表一个气力，迄个官兵代表是一个维护一个特殊。所以你看，咱的上帝伊创造这个世界，你家己看咱的上帝，当伊创造这个世界的时阵，上帝创造的世界有特殊无？上帝创造的世界有特殊无？有啥物款的特殊？上帝创造的世界，若是无特殊的话，咱就害啊！第一，上帝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日，假使上帝创造特殊，若甲伊倒变过来，也是礼拜日甲伊排伫咧中央。请问，咱人的作息的时间有通休困无？无通休困。日暗，即马是日时暗时，然后上帝若甲伊创造无特殊，连边日时连边有个日时是24点钟，暝是24点钟。咱阁看到春夏秋冬有照时来无？咱家看，这个虽然咱每一天拢咧生活，但是你知无？这就是上帝伊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迄个权柄。所以，若上帝有迄个权柄，伊嘛甲这个权柄互咱每一个人。所以，咱遮的基督徒，你知无？你有属灵的权柄，阿妹吗？你来甲隔壁来讲，你甲隔壁讲，你来讲兄弟啊，还是姊妹啊，将你的权柄摕倒转来。来，你甲伊讲。姊妹啊，将你的权柄摕倒转来。好，咱的权柄是要创啥物货？咱的权柄，咱爱大声了解，咱的权柄一定是有一个源头，所以这个源头是对上帝来。兄弟姊妹，咱信耶稣信遮尔久，你敢知？咱太侪基督徒拢唔知影咱有这个权柄，然后用这个权柄，拄则民间执事咧带咱祈祷的时阵，咱举起正手，伊讲。咱用咱基督的权柄，所以迄个权柄是对倒位来？对上帝来。所以对上帝来，咱的祈祷上帝就听。所以咱就看到，原来伫这个世界所创造一切拢遐尼自然，然后呢是遐尼有特殊，是因为上帝的权柄。世界的特殊是因为上帝的权柄。咱做伙来讲来，世界的特殊是因为上帝的权柄。那安尼，你要信这位上帝无？咱当然爱信这位上帝。然后上帝伊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权能，伊的权能，然后将规个所有世界一切，甲伊脱掉咧，就是互伊会当稳固。所以咱的世界的造者，透过上帝创造，然后你知无？咱的世界是上帝为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咱的世界是上帝为着耶稣基督所创造的，这是到底是啥物款呢？你又要安怎来解说？咱来看，当咱生一个囡仔，准备要生一个囡仔的时阵，你会为着伊准备伊红婴仔要用的物件无？会无？当咱的囡仔慢慢大汉的时阵，甚至到结婚，请问爸爸妈妈、亲处长老，你有甲你的囝准备伊的厝无？甲款钱互伊买厝无？倒一个无的。咱拢会甲咱的囝儿做这事，你甲看，何况上帝为着伊的囝耶稣基督做这一切万物，所以咱即马徛起活伫即个地球，咱帮什么人的福气？帮耶稣的福气啦！
所以咱即摆毋管你住伫你的厝，哦，敢若拢住了真好势啊！我住伫迄白庄啊，我住伫较庄脚的所在，毋管你住伫倒，你爱知，咱拢是奉耶稣基督的福气，才有厝通住，有即个土地通徛。因为伫圣经内面，伊讲上帝造万物是因为照着耶稣基督来做的，然后上帝用伊的权柄。所以上帝假使伊若无权柄，咱就看到即个世界就大乱咯。所以咱即马会当生活，咱一切拢遐尼顺遂，是因为上帝的权柄来支持即个。咱看到耶稣，当耶稣伊定十字架时，耶稣有甲天父祈祷，安怎祈祷讲？即个苦杯是指啥物？迄啉起来足苦的杯，足苦的迄水，你要啉无？真侪人无想要啉啦。耶稣有迄个人性，伊嘛无想要啉。然后耶稣就伫克西马尼园顶十字架以前，伊甲天父参详。参详啥物话？伊讲阿爸爸啊，若是会使吼，这遮尔苦的杯吼，莫互我啉啦，甲摕走。但是即句话听好清楚，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什么人的意思？照天父你的意思。落尾耶稣有啉迄个苦杯无？耶稣啉迄个苦杯，伊定十字架。你敢知？原来咱的耶稣伊定十字架，伊所代表的，迄个上重要的，毋是为着咱死。耶稣上重要是因为伊顺服上帝的权柄。阿妹吗？这是上大的一个表示，耶稣伊对上帝的权柄的顺服。啊那安尼，咱是毋是原来爱学习耶稣去明白，到底上帝的权柄有偌尔啊大？所以咱常常咱的基督徒，咱是讲啊，咱都爱替耶稣基督背十字架，哦，来替伊受死，然后来献祭，迄是上重要的。你知无？咱的上帝伊较爱咱的，耶稣基督较爱咱的是。咱真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的人，毋管耶稣基督爱你做啥物事，你就是顺服。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内面，耶稣的学生就问耶稣：“老师啊，这天你一直咧讲天国啦，但吼阮有一个问题啦，这天国内面吼是啥物人上大的？为什么伊会问这个问题？天国内面？”为什么因会伫遐咧问迄个什么人上大？因为伫即个经文、伫即个故事的头前吼，耶稣带领伊的学生开始伫遐操练，然后训练因，互因对耶稣看耶稣安怎行神咧。这学生拢对伫边啊，对伫边啊，哇！耶稣的粉丝就愈来愈多，这学生嘛沾到即个光彩咧，我看到遐侪人拢咧对耶稣，我看耶稣迄个权柄遮尔大，然后这个学生呢，心内开始想诶，毋是我要替耶稣做工哦，毋是讲耶稣啊，你若有啥物款的工哦，拢叫我做，我拢随时伫遮 stand by， 毋是，因煞甲耶稣问讲，耶稣啊，当你的国吼，你的国你的国度内面吼，啥物人会当摆上大？你讲是民谦，是勇伟，是国宾长老，这个。耶稣，你来看卖者，因甲耶稣问，然后耶稣互因一个答案，甲因讲，毋是恁遮的人上大的，恁看一个，看即个囡仔。耶稣叫一个囡仔过来，伊讲，恁若学即个囡仔，遮尔单纯，遮尔谦卑，你就是天国上大的。咱的耶稣吼，拢真正实在是。甲咱一般人的想法是无共款，伊好像就是逆时钟的。人若上大的，拢嘛是上有钱的，对无？厝上买上这栋的，然后迄车咧开迄个美英因老母的迄 BMW 的车的，哇！大家拢嘛是看这世界这外口的物质，但是耶稣讲，上谦卑的，亲像这个囡仔，伊是天国上大的。亲爱兄弟。伫你的心思意念内面，伫你的生活内面，咱是毋是有谦卑，真正学习对上帝伊的尊重？咱知影为什么牧师一直在讲权柄？因为权柄魔鬼伊足爱
做工做东做西，然后对人做一寡遮破坏事。但是你知无？魔鬼伊惊一项事，魔鬼伊惊官兵，所以魔鬼伊既然惊官兵，伊就要对你的身躯偷摕你的官兵。你有啥物款的官兵？你若是基督徒，你有基督的官兵，然后魔鬼伊对你的官兵伊真有兴趣，然后伊就要互你无爱基督，互你失去迄个官兵。你是基督徒，你会当有真侪的时间去帮助别人，然后你会当透过读圣经，会当伫教会建造教会，会当造就人。然后魔鬼伊就无爱。伊就互你的心失去迄个对耶稣基督来迄个官兵的迄个温数，互你袂记得你是基督徒，敢若互你看着啊，我只是一个做工人，啊，我足无用的，啊，我顾囝，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嘛无啥物官兵，互咱对耶稣基督的迄个官兵完全稀释掉。所以咱真侪基督徒活真久，但是咱的性命哀怨、抱怨。然后咧，无信任，对人猜疑，啊若无就是感觉你足歹运的。伫信耶稣的一世人中间，拢活伫无愿望内面，因为你无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你毋知要安怎运用耶稣基督伫咱身上的权柄，所以迄个权柄对咱来讲，你有需要来明白无？有无？阿们吗？阿们。你若知影耶稣基督权柄偌尔大，你就知影讲，这个权柄我嘛要来使用。耶稣伫世间，然后伊甲伊的学生做伙伫服侍人3年半久。3年半久，伊开始呼召伊学生，一个一个来到伫伊的边啊。耶稣有几个学生？12个。伫3年半内面，耶稣对伊的学生做培育课程。3年半来培育课程，伊的学生，然后伫遮的培育课程，不管是耶稣赶鬼、耶稣医治痴迷的、耶稣的讲道，种种遮的培育课程上重要，就是学生爱明白耶稣的权柄。咱做基督徒的，咱同款嘛是爱学习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当耶稣基督的权柄若下伫咱的手的时阵，咱就知。照伫天国的文化，天国文化内面，基督一个来，魔鬼就安怎拗住；基督一个来，魔鬼就拗住。你知影无？这就是基督徒的权柄。所以咱知影讲，原来咱基督徒，咱的手是有一把好剑呐。迄个剑是啥物？是圣神的剑。所以耶稣伊就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恁伫地上所绑的，伫天灵。也要绑伊，伫地里套的，伫天里也要套。这是啥物款的意思？意思就是讲，你若有啥物款的权柄，你伫世间你讲的、你做的，天顶照着你地面所讲的、所做的，天顶嘛要甲你正。另外，佫有一个经节，这个经节甲咱拄则所读的经节呢，无真大的相差。伊讲，耶稣是对彼得讲。拄则迄节呢，是耶稣对学生讲，但是特别这节第16章是耶稣对彼得讲，伊讲我甲你讲，你是啥物人？你是彼得，然后我要将啥物话起做伫即个石盘顶？教会啥物款阴间的啥物款是袂当赢过的？阴间的权柄，所以伊讲。耶稣讲：“我要将这个天国的锁匙予你。”然后这句话佫出现咯。凡若你伫地上所绑的，伫天里也要绑伊；你伫地上所套的，伫天里也要套伊。牧师就用这2个圣经节，18章甲16章，我就伫遐思考，然后做一个比较。头起先，开始的时是耶稣对彼得对一个人讲，然后耶稣再去对规个学生讲。啊，拢讲即句哦，但是耶稣对彼得要讲即句话头前，伊有甲彼得讲：我还告诉你，我搁甲你讲，兄弟姊妹，咱若咧读圣经的时阵，求圣神开拆咱，互咱看见迄个亮光，咱就知影伫即个圣经在内面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彼得为什么耶稣会特别甲伊讲？假使讲耶稣对民谦讲：我甲你讲。
你是民签，我要将我的教会起坐伫这个石盘顶，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互你民签。卡苏耶稣伊若要甲迄个天国的锁匙，互你，互德会长老，然后互国宾长老，互国监举手，阿门吗？你阿门吗？阿门。为什么耶稣特别对彼得来讲，无对其他人讲？因为伫即个头前，圣经在头前，耶稣就问伊这学生几下，甲因考试，伊甲讲：来，恁注意听者，人咧讲我人子是啥物人？治水。然后伊的学生，迄个就讲啊，听讲你是迄个惊死的约翰啊，然后即个就讲啊，你是迄个耶利米。嘛有人讲你是迄个以利亚，你是迄个先知啦。学生讲的拢无毋对，但是因敢真正捌耶稣，因听的是人讲的，人讲的。了后耶稣佮问第二个问题，我即摆问你哦。耶稣讲你讲我是啥？耶稣就讲别人讲的是安尼，那你咧？你讲我是啥物人？只有一个人讲到答案。就是彼得，伊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你是基督，咱做伙来讲来，你是永活上帝的囝。一个真简单的一句话，讲起耶稣伊的身世。所以耶稣伊就讲：西门巴约纳，我也阁要甲你讲，你是彼得。彼得本来的名叫做西门巴约纳，因为耶稣甲伊启示了后，伊的名就成做一个彼得，互伊成做是一个石仔的人。所以上帝常常透过启示来甲咱讲，然后因为彼得是遮尔有智慧，认捌即个上帝，认捌即个耶稣是有权柄，是上帝囝儿有权柄。所以你敢知真趣味？因为你若是认捌耶稣偌大，耶稣就将伊的启示偌大互你。彼得伊捌耶稣，所以耶稣伊用同款的智慧回报互彼得。所以咱对耶稣的基督的认捌爱搁较深咧。所以伊讲阴间的权柄袂当赢过伊咧讲的教会，这是第一摆讲到教会。原来阴间是咧讲啥物？讲地狱的门啦，地狱的迄个权柄，所有的敢是法师赢过地狱？有法度无？佛教、印度教有法度赢过地狱无？无。但是伫即个圣经内面，伊讲只有教会会当赢过阴间，就是讲迄个死亡死，大家拢足惊，但是教会却会当赢过。教会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伊就讲：我伫天灵，你伫地灵所做的，我伫天灵也要来成就。亲爱兄弟姊妹，你敢知？原来耶稣基督伊将伊的教会放伫上重要的石盘顶，迄个石盘就是耶稣基督。伊讲的意思讲：我将我的教会起伫我的身上，咱的教会石盘就是耶稣基督。咱若咧买厝的时阵，请问，你若要买一块厝，要买一块地，要起厝，你会去看迄个地？你敢会甲伊买伫迄断层的顶悬？会袂？你会看伊的迄个地质、土质好无？你会去思考无？会。所以迄个土地的地质非常的重要。你家想，耶稣伊竟然讲，我的教会要起伫我的石盘顶，意思就是讲，我的教会。我就是我的教会根基，这个就是耶稣伊对教会的疼甲尊重。所以你家看，咱的教会是毋是耶稣的最爱？阿妹吗？然后咱拢徛去伫教会内面，咱嘛是耶稣的最爱。你来甲隔壁，你来讲，你是耶稣的最爱。所以耶稣互咱做根基哦，吼！感谢主会当互咱伫上帝的内面，咱来看。咱认捌耶稣基督的权柄有偌大，你的属灵的威力就偌大。咱在讲地上，若是北天灵就北，伫地灵透，伫天灵就透。咱的教会甲天灵所做的是一致的。
牧师大概伫即1-2个月，然后有一个姊妹，伊来找牧师。伊即个姊妹毋是咱的教会人，然后伊有拄着迄个好亲像是迄个贵妇心的问题，所以伊就来找牧师。找牧师的时阵，甲牧师在谈，咧谈话，安尼拢真好势，拢真好势。谈到一半，说变啥啦？哎呀，我说起鸡母皮呢，说变啥呢？真拢安尼讲话拢真好势，才讲到一半的时候，你去信耶稣好啊？佮对伊的喙出来，然后无共款的声，即摆讲1-2句了，伊佮恢复正常，佮开始讲，安尼伫遐流凊汗咧。我讲这毋知要安怎。后来我的心内，我就讲，上帝，耶稣基督，你互我有智慧，知影我要安怎来分别到底即个人的内面是有啥物款的邪灵伫即个内面。然后1礼拜、2礼拜，牧师伊内面会讲会讲，伊哪知影灵界的代志，伊哪知影灵界的代志，伊咧甲迄个人问，然后即个姊妹家己就讲出来，你哪知影灵界的代志？讲我哪知影灵界的代志？然后伊就讲，你敢知影安怎？你敢会晓医治？你会让他好起来吗？伊讲我会让他好起来吗？敢是即个查某囡仔讲的？毋是，是迄个内面迄个邪灵。然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出去。因为即个姊妹伊已经认耶稣做伊的救主，所以你伫伊的心内面已经无地位啊。我命令你出去。当牧师祈祷了后，即个查某囡仔就开始亲像要吐。然后继续讲了，就搁足好势。大概伫即几礼拜，牧师一直在甲伊帮助，就是在关伊迄个内面。然后牧师在分别的即个灵的内面，我就讲，即个内面毋是一个哪定，可能有3个，这是我心内我家己知影。后来即个姊妹过几工了，伊甲我讲，牧师，我觉得我里面有3个以上在对话，所以咧，伊咧敲电话的时阵，甲牧师咧讲，嘛讲真好势，突然间又搁变声，然后又搁变另外一个，开始甲牧师讲话，然后迄个邪灵若出来咧，甲你讲话，拢是针对你的官兵，但是牧师就爱有迄个有教义信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出去。所以你家己看，咱伫地面上所绑的就绑，所偷绑的伫天里就偷，这就是咱信主咱的官兵。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家己身躯会拄着迄个病，有可能拄着咱的婚姻的前景、囝儿的前景，这拢是魔鬼的溃烂伫咱的身上。咱会当透过属灵的官兵来偷绑遮的。魔鬼伤歹，你甲绑起来，伫你的身躯，甲你颠半，你来偷绑。你偷绑你家己，求圣神偷绑你家己。所以迄个绑甲迄个偷是啥货？一个绑就是定罪，一个偷就是赦免。咱的教会，上帝予咱的教会，毋若有赶鬼，毋若有迄个偷绑的规律，教会嘛有伦理。什么款的伦理？咱的伦理甲一般的社会法律是无共款。教会法律是照上帝来，所以教会法律是关过伫世界社会法律。咱的法律你知影？有时阵咧，咱即个法律甲即个人关了了后，即个人出来，有变好无变好，法律敢有咧甲你插？无咧甲你插。若做毋好，佮继续抓入来甲你关。然后有时阵咧，伊犯案了，然后伊闭起来，哇！毋知闭伫地，超过15年、20年，都毋免关啊呢。所以咱知影，伫咱的上帝，伊互咱的教会共款有迄个伦理甲道德的迄个官兵。所以咱伫教会内面，咱看到，若是教会有错误的事，圣经讲，咱就甲伊考劝，然后互伊会当归正伫真理内面。假使伊若是无爱降服，伊就亲像是外邦人一样。这是上帝互教会的官兵。所以，咱来到伫教会敬拜的人，这兄弟姊妹，咱知影什么通做，什么唔通做。社会概念，敢是咱的概念？你是对社会，还是对上帝？
咱对上帝。所以咱来知原来咱徛起伫即个教会，上帝互咱真大的权柄。所以伊讲，咱透过圣神，咱赦免什么人的罪，迄个人的罪就赦免。所以咱爱常常想起，咱会当透过即个权柄来赦免人的罪，毋是要定人的罪。所以伫咱的天国的原则内面，天国原则永远是赢过地球的法律。阿免吗？假使咱若无耶稣基督，无即个天国的律法，其实咱人活的是真无价值。好佳在，因为咱有上帝用伊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律法在甲咱指导，所以咱明白哦，原来所有这个权柄拢是对上帝来，而且这个权柄拢是甲耶稣有关系。所以伊讲，圣经内面伊讲，两三人奉我的名，毋管恁伫什么所在祈祷，我拢甲恁同在。亲爱兄弟，咱敢知？这个意思是啥物话？这个意思就是讲，毋是爱足多人，然后你祈祷上帝才伫你遐。伊讲，两人复数上岁就是两人。上帝伊嘛无爱咱单独，上帝伊嘛真爱咱两个人，然后咧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伊就要甲咱同在。互咱会当伫伊的内面知影，原来我即便是两个人，我的祈祷上帝嘛要成就，而且爱同心合意。所以咱伫咱的教会内面有即个祷告点，即个祷告点是咧训练咱，互咱两个人、三个人伫咱的祈祷院同心合意，想共款的一个事来为着教会祈祷。伫即届疫情了后，咱的小组因为咱无实体的聚会，咱的小组拢用线上。然后伫即几个月，伫即6礼拜的线上的小组，互牧师，互阮发现线上的牧养是真重要的。线上的牧养就是云端牧养，透过云端的牧养，会当互较侪人可能袂当来教会，也是住真远的，咱会当透过Room 透过 Line 来甲牧养。这是咱将来要发展的云端牧养。咱的牧养就是啥物话？牧养伊就是咧甲耶稣基督的权柄分属互伊。原来你咧牧养伊的时阵，你会甲伊讲上耶稣基督伫你遮哦，耶稣基督听你哦，所以你嘛有权柄，你会当靠着祈祷，耶稣会听你的祈祷。亲爱兄弟，牧养是毋是一个真好的事？因为你咧将属灵的权柄咧分属互伊，所以。有时阵，咱的兄弟，咱做伙时阵，两三人做伙，咱就爱常常做伙讲上帝的话，听上帝的事，毋是做伙时阵，就是伫遐咧诽谤人，然后批评人，然后讲遐543个、遐八卦的、遐无意义的事。咱的兄弟姊妹，咱若做伙，咱是分享上帝的话，所以咱咧分享的时阵，圣神就甲你同在，耶稣就甲你同在。所以你咧开讲的时阵，耶稣有在场无？有啊，耶稣有在场啊，因为耶稣透过咱对伊权柄的认捌，耶稣要将迄个权柄透过你来祝福别人。耶稣伊将圣神赏赐伫咱，互咱会当透过圣神知影，我甲即个圣神赏赐互恁，咱嘛甲圣神会当安怎介绍互咱的组员，互咱的兄弟姊妹。所以，亲爱兄弟，咱看。伫即个圣经来讲，伊讲上帝伊会上迄个上好的物件互咱，咱拢会晓将上好的物件互咱的囡仔。上帝敢无将迄个上好的物件互咱？请问上好的物件是啥物货？上好的物件是啥物货？上帝要互咱的上好的物件是啥物？圣神。上帝要互我上好的物件就是圣神。上帝互咱上好的物件是啥物货？圣神。咱讲圣神，圣神，所以咱爱甲圣神有一个真美好的关系。然后咱合一在求的时候，两个人、三个人做伙祈祷，小组做伙祈祷。你伫地面就求，伫天顶就甲你成。所以你伫地面就在求的时候，天父买单呐。这就是咱属灵的权柄。当你领洗了，你就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所以你敢知影？你对上帝来有迄个上帝属灵的权柄。阿妹吗？但是你爱用，因为你知无，咱即马无咧用，已经互新纪元，就是一款的一款的心灵的一款的学派，人已经在用啊。因叫做身心灵诊所。然后你来我遮咨商，
智商什么会？高贵、娇贵、娇贵，哈！伊甲你讲，你若来，然后我教你通灵，通灵了后吼，你就会当变成做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家己的属灵的权柄、圣神，咱也无用，咱家己藏咧。你知无？有邪神无？别个派的人，因就开始去用邪神，然后高贵嘛，互因有足大的快乐，但是因受捆绑。所以兄弟姊妹，咱毋通因为过去无讲到圣神，咱无实行迄个圣神的快乐伫咱的内面。但即嘛，咱爱将圣神的权柄放伫咱的手内面，互咱的性命常常活出圣神的权柄。阿们吗？所以为什么咱咧讲爱幸福小组？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你甲即个人传福音，就是将即个人带到伫上帝权柄的内面。所以你看传福音偌尔重要，传福音就是你甲迄个人带到伫上帝权柄的下面，要创啥物？互上帝来祝福伊，互上帝来启造伊新的活命。所以兄弟，牧师要鼓励咱常常军队就逐礼拜拢来伫遮敬拜上帝，逐礼拜拢伫小组，但是咱无用上帝属灵的权柄来执行施行伫你的生活内面，这是足大的损失。所以咱对即马开始学习常常勇敢，为着人宣告的祈祷，伫小组内面常常为着迄个人，为着伊来换手祈祷。咱的组长，这是咱爱做，是咱爱牧养的事。所以牧师嘛祝福，互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透过咱的学习，就参像耶稣培养伊的学生共款。咱今仔日咱的门徒班，咱的毋是门徒班，咱的领袖班，因经过1年半的学习门徒的学习，即马嘛要毕业啊。所以因门徒今仔日要来颁发因的毕业证书。门徒毕业了，什么开学了？哇！门徒毕业的，毋是像咱拢就无代志，是门徒训练了，就是要做工，真做使徒。所以伫第2场内面，要特别来为着因来颁发因的证书，车肯因。好，这个时咱要做伙起立，咱来读这个圣经节来，咱做来读这个圣经节来，请。我阁甲恁讲，设使恁中间2人伫对恁，无论求什么，若是当心，就我伫天灵的爸，要甲因做成。马太福音18章19节，阿门。上帝，互咱来听咱的祈求，伊就成咱的旨意。咱做伙用这首诗歌，咱来回应。咱要对耶稣来行。当咱对耶稣行的时阵，就是要甲福音传甲普天的。咱做伙拍谱啊！咱宣告讲：主我的确对你行。主我对你行，普天的行，天比海高，有你陪伴我。主我对你行，普天的行，是你带鼓我军对你行。主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
阮有侪人，阮的家庭拄着遐个逼迫，拄着试炼，拄着忧闷。主啊，我要将你所教示阮的迄个属灵的权柄，主，我要将伊摕转来。主，阮若是啥领洗咧，阮信靠上帝。主，阮知，但阮知，迄个属灵的权柄是要互阮的，就是阮会当拄起魔鬼一切作为。不管是我的厝里有人病痛，不管是我的厝里有啥物款的问题，主，你拢要甲阮同在。多谢主，因为你听阮，因为你听阮。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将普爱声归予咱的主，哈利路亚。现在来请坐。哈利路亚！咱感谢主，今日潘牧师带来上帝的信息，互咱会当真清楚，咱是有属灵的权柄的，对无？而且这是上帝互咱的总是魔鬼一直想要甲咱抢去哦。你甲隔壁讲，咱的权柄爱摕好调来，对，爱好好甲使用落去哦。阿门。哇，互咱充满上帝的能力、圣神的同在伫咱中间吼。感谢主，这个时阵咱要开始来奉献，请咱用感恩的心、乐的心，带着礼物来到上帝的面前，请咱同工来准备。感谢主，每一届会当伫主面前敬拜，佮看到咱遐个姊妹会当做伙来，咱拢习惯坐伫迄个所在对无吼？所以咱若来，咱会当看一个咱习惯的位，嘛有咱厝边遮个说说因若无来，你嘛会当关心因对无？吼，因为上帝互你有即个关心的权柄，有祈祷的权柄吼。你可能毋是小组长，毋是教会同工，毋过你若是感觉伊是你的朋友、好朋友，伊若要来礼拜，咱会当敲一通电话，甲伊关怀一下。有若啥物款的情况，你就会当甲你的小组长讲，甲教会的中就讲，咱相信上帝爱透过咱的肢体彼此的关怀，会当帮助咱的教会更较有听上帝的听，落实伫咱的中间。
这时阵咱做伙来关心咱的教会这个事工。咱伫今仔日的第2堂要受证，互第5届甲第6届的领袖班结业的咱即届即个毕业典礼真慎重吼因为咱有去甲因的规格甲有关吼应拜叫做培育学校即马过来过去培育系统对无？咱旧年在讲培育学校，即马今仔日开始，咱会当讲培育学院啦，因为安怎？因要穿迄个学士袍，咱叫做门徒袍哦，哇真正式的一个毕业典礼所以有其他的已经毕业的第1届到第4届、第5届讲，阮拢无要安怎？会啦，会使啦，会当报对无？这会报一个哦，毋过安那爱每一届做伙啦比如讲你若讲好了，就迄礼拜来迄礼拜煞恁就当穿即个即个门徒袍大家做伙集体翕相一个，嘛当个别走哦甲遮嘛成做一个真荣耀的一个身份亲像安尼讲的，文图毕业安那仕途开学啦，哇，这是一个真好诶。鼓励咱的好，再过来，即礼拜咱要来邀请国宾牧区这个小组的同工小组的组员，会当伫周间的时阵转来到伫咱的祈祷殿，刷接即个祈祷的聚会毋茫咱为着世界、为着家庭、为着教会、为着你个人也是为着别人，咱拢会当献上咱的祈祷，这是真要紧的一件代志还刷接。咱的今仔日伫咱的周报内面有真清楚将即个咱的过去的奖学金有来调整调整成做信用培育的奖励金即个部分伫即个咱的周报的有业即个黄色的单，就真清楚会当互咱看见过去咱拢较重视学业嘛后来学校甲咱讲。学业阮学校顾得好家长顾得好恁教会会当互因啥货，迄个较重要吧？哇，煞外人在甲咱提醒所以后来咱就有影讲对咱应该来建立一个信用的一个基础所以咱是对国小、国中到伫大学到伫大学，咱要注重的是重建信用的软实力。累积属灵的产业，即个要安怎来累积属灵产业的？咱就要建立这学生对细汉，因就建立稳定的牧区的聚会，嘛会当来遵守主日的礼拜，来领受真理伫平常时呢，因就爱甲上帝有结连的即个灵修的生活，互因的想法充满了真理，佮有上帝来智慧甲气力，互因会当去知影。因会当学什么，因袂当学什么，会当活出灵魂体专营的丰盛，展现英雄人的一个使命。所以咱教会特别来设这个奖励金这个申请的办法所以咱会当注意来看遮奖励金有分因会当重复来领几项重复来领较详细。我想咱家己来看，就当知影即使咱囡仔若个是在学的咱请因一定会注意的啦即件代志毋过对研究所以上咱就无，因为研究所一般因大概会当家己拍工会当伫学校摕到这个工作的机会所以互咱来了解即个代志好，来伫即礼拜开始，咱会要去屏东的短宣的同工的训练会就来开始这个行程，互咱知影，嘛是要提醒咱兄弟姊妹，可能像于德龙像咱即个长老遮个较年长的遮个佫会抱土豆的咧毋过要拍拼一礼拜阮嘛毋敢互恁去啦，对无所以毋过恁关心遮个，为着遮个事来祈祷，为着遮个行程祈祷，为着操练来祈祷，我相信对教会
对咱要去的所在，拢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教会需要咱的祈祷做后盾，这是必然的哦。所以，望咱来关心这件代志。咱今年真正式的一个短宣，要甲咱的儿母、甲咱的青少年带出去做短宣的工作。阮拢有这个经验嘛。短宣去上界大受益者是家己的教会啦。像韩国的短宣有无？几啊年拢来，伊嘛感觉迄是因教会足大的福气所以咱嘛有一款的精神，我相信上帝会听咱的祈祷。好，续接咱伫即礼拜的学童阅读营要做一个结业伫7月11中会团队部有举办中级的初阶训练伫大稻埕教会说使咱若做中级的未有训练，我想大概拢有训练过若尾的咱就爱一定爱来完成即个阶段初阶的内容拢是共款，你若有训练过了，除非讲大家小少想要去搁听一届若无就无一定爱去就不要紧。毋过若无受训练过，就一定爱去来，今仔日咱的儿母要儿童那个团拍毋对啦儿童牧区要召开同工的会议好，咱北中的妇女事工部要主办爱修会，今年是伫8月27、28，要伫统一度假村马武都的会议中心咱教会潘牧师嘛受邀请来做主讲伊迄2天爱讲5讲所以咱嘛为着伊的快乐甲准备来祈祷好，来请来关心这具体第一个名较会遐济就信良牧师咱为着秀基姐政府学会节前一兄阮有去甲看甲语言咱来继续为着这来关心牧师是拜五去病院，较知影讲我有迄个带状性疱疹安尼啦，台语叫做皮蛇所以我的免疫系统较低所以我较恁有距离，因为我惊恁，恁嘛惊我总是感谢主，互我生伫手即搭遮遮就较无遐影响。毋过迄个神经的刺痛我相信若生过皮蛇就知都是感谢主。所以拜五安尼潘牧师就讲安尼，伊爱来讲道因为讲道需要真侪体力咱继续为着潘牧师后一场的讲道嘛，为着伊所望祷告好，多谢。好，那安尼咱请咱起立，这时阵咱要来吟一下诗歌，彼此来祝福。潘牧师来为着咱祝福。但愿天父会听，耶稣基督的快乐，甲圣神的充满，甲咱众兄弟姊妹的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
姊妹平安，平安。请坐咱今仔敬拜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每一个的脚步。